即係第一個就問佢哋睇到啲咩，第二個咧就講佢哋嘅內心感受，中意唔中意係中意唔中意，中意唔中意邊個位？係，最後就講佢嘅個感受，藝術家，最後佢估下個藝術家想做咩？估下藝術家做咩，明白？所以我哋由自己嘅眼睛，跟住自己嘅心，係再嚟到去最後就去翻藝術家嗰度。啱。